今日咁熱，做咩捉我出嚟啊？見你成日病，捉你出嚟行山，強身健體啊！2個鐘頭，好快行完咋嘛？係咯，喺屋企對面啫嘛，咁近。乜原來我屋企附近有回歸徑㗎？梗係啦，等我哋介紹俾你聽啦。青衣自然徑早於戰後已經存在，原本係青衣原居民同埋漁民步行去耕田、出海捕魚嘅一條山路。其後漁農業已經越嚟越少，山路亦都變成咗青衣居民嘅晨運山徑。由於山徑非常狹窄崎嶇，路面不平，所以當時嘅葵青民政處、葵青區議會及青衣鄉事委員會經商議後，分兩期將呢度改為行山徑。青衣自然徑係喺1997年至到98年期間，耗資咗200萬改建成嘅行山徑。因為動工嘅年份係喺97回歸，所以呢條嘅山徑就命名為葵青慶回歸健康徑。青衣自然徑係一個絕佳嘅觀景地方，喺嗰度可以睇到壯觀嘅海景同埋城市景觀。沿途嘅觀景亭令遊客可以舒適咁樣欣賞到青衣嘅市中心、蘭巴勒海峽同埋馬灣海峽嘅美景。特別喺夕陽西下嘅時候，同樣係1997年建成嘅青馬大橋嘅景色更加係令人陶醉。同時感受到香港同中國緊密嘅相連，共同發展。呢條自然徑提醒住市民，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，咁可以令到市民潛移默化地促進咗國民身份認同。青衣自然徑全長3.5公里，自然徑為咗顧及行山人士嘅安全，有野餐區啦、石級、扶手欄杆、觀景亭、指示等等嘅設施，而且路徑短小，屬於老少咸宜嘅行山熱點。我第一次行山就係青衣自然徑啦，所以特別深刻。嗰陣時好細個嘅我，準備好晒行山裝備，戴好帽同阿媽一齊行。自然徑就喺屋企附近，同埋終點、起點都喺青衣範圍裡面，就腳不但止，仲好方便添，好適合我哋呢啲平時唔會行山但好想試下行山嘅人。咁樣可以培養到我哋青衣人做運動嘅習慣啊！同屋企啲老人家講返，原來佢哋都行過喎，可以話係住青衣嘅人都行過。青衣自然徑係屬於青衣人嘅一條回憶。另外試過呢一條青衣自然徑之後，我同屋企人都有行其他較難嘅路徑。我相信好多青衣人嘅第一次都喺呢一度啊！青衣自然徑可以推動山野嘅可持續發展，例如舉行淨山活動。淨山係指清潔同保護山野環境嘅行動，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嘅影響。目標係建立一個健康同埋可持續嘅山野環境，令自然資源可以長期利用。我哋可以透過關愛隊組織淨山活動，活動通常包括清理垃圾、保持自然環境嘅整潔，以及推廣環保意識。呢個活動可以有效推動青衣其他山野嘅可持續發展，例如三支鄉，鼓勵大家喺山野活動時採取可持續嘅做法。由於自然徑嘅路線比較短，組織活動同埋提升公眾對環境保育嘅認識，亦都更加容易，亦都有效提升佢哋嘅公德心，增加社區嘅凝聚力。